日常一般民众会关系到这个空气品质，那可能说，户外的空气品质如何，但是呢，往往会忽略到室内的空气品质呢，也是很重要的。那特别是婴幼儿呢，对于室内空气品质的好不好呢，会影响到他的健康，会特别的敏感。我们这一次结合了社会局，针对呢幼儿园、托儿所的部分呢，能够呢针对它的室内空气品质做一个连续的监测，确保室内的空气品质呢能够是属于优良的状态，让在室内活动的这些婴幼儿呢能够呼吸到比较空气品质良好的空气。我想这是主要一个目的。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人人都要呼吸健康好空气，尤其婴幼儿呼吸系统更为敏感。台南市政府环保局特别将全市8家公托家园导入室内空气品质管理制度，设置二氧化碳 PM2.5 连续监测设备，共同营造一个既健康又安心的托育环境。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们台南市对于公托家园的这个空品来设立这个专责的这个管理标章。那我们感谢环保署能够专款来协助台南市。事实上，在台南市这个公托家园里面，有许许多多在陆陆续续建制中。我们一方面建制新的公托家园，一方面又赶快让公托家园的整个环境品质能够更完善。那在环保署的整个全国的这个评比里面，全国的公托家园总共有10个获得了优良管理标章，那台南市就占了5个。那这是对我们台南市的一个很大的鼓舞跟肯定。我们会持续在这个基础上再更加努力，来务必让我们台南市每一个公托家园都能获得这个空品管理的这个标章。那现在大概有12个公托家园，我会持续在陆陆续续建设更多的公托家园。那总共如果按照计划的话，到明年应该有21个公托家园会陆陆续续设立。因此呢，我想为孩子的健康把关，大家这是老师跟家长共同的责任。但是因为孩子每天有至少8个小时是在这个教室里面，在公托家园或者在托育中心里面，我们会在这个8个小时里面会好好的来为孩子的健康来把关，而且做好监测跟管理。另外是各界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表达对政府进口越南蚵仔相关政策不满，台南蚵农驶着牌啊，伫安平渔港表达抗议，因为咱市外海蚵坪大约有9000多坪，年产量4500吨左右。1月到2月开始进入生产期，但现在煞停下手边的工课，来到渔会头前，扭起白布条来表达因的不满。因为咱这蚵仔是暂时大收成啦，暂时这个因讲的，阮讲的是讲因走私的啦，越南走，也是按对大陆走过越南，越南较进口入来安尼啦，因讲越南袂使进口的啦。口感跟台湾的差别，就软软的，然后比较没有口感，不会像台湾的蚵仔吃起来很 Q 弹这样子。就是吃起来软软的、恶心的这样子。对，味道有差。味道是有差，因为台湾毕竟养在外海，很轻很破呢。蚵农会遐尔烦恼，就是因为越南蚵仔大量进口，盘商为了降低成本，减少对台南蚵仔采购。严重影响到永科产业发展。咱市面上充斥着这个进口蚵仔，进口蚵仔占咱市面上差不多9成啊。按遮饲蚵仔要收成，结果毋茫讲年要到，会当有一个好收成，会当有一个好计销。但是市面上的蚵仔对啊，吼遐侪拢进口蚵仔，所以地主就讲因蚵仔无人要收啦吼。遮咱呼吁到咱中央甲地方遮行政单位会当重视这个问题。因为价位的差别才会做大量进来，才造成咱蚵农大家人的种困境啦伫这个部分的
伫咱台中湾理事长讲爱甲顶管反映，吼，中央反映讲，即个以后爱严格来这检验，吼，这食安的问题，嘛要品质的提升就对。所以这个部分，阮会甲伫阮农业局、阮市政府遮，阮一定甲中央农委会来反映这件问题。农业局短期内将会辅导科农申请生产产地标示，并会配合推广活动，让消费者认清采购是台南的蚵仔。长期上将会结合中央甲地方资源，辅导在地渔会，提升蚵仔产业竞争力，拍出台南蚵仔口碑。台南新闻赵秀维采访报道。打顶这看起来青翠好食的蔬菜，拢是菜农蔡良瑞家己种出来，而且这的菜拢是以凤梨酵素代替肥料，尽量减少农药使用，所以伊的菜受到真侪注重健康的人喜爱。也是因为家己种、家己卖，伊拢会将卖剩的菜捐予绿色机构做公益。这次因为受到信义电台主持人张丽珍的牵线，将固定拜3甲拜5捐菜给脑麻协会，帮助因义卖。脑麻儿他透过这样的一个卖菜的活动，在跟社区的民众有一个互动，然后呢，这个经费呢又可以有用，然后重点是这些很棒用酵素养有机酵素牛对，非常谢谢我们台湾最美的风景，我们阿来哥他的发心。事实上，这个活动呢也已经进行有一阵子了啊。那当然期间有一些好朋友，像主持人正立电台主持人张丽珍的穿针引线。那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呢，觉得非常值得告诉我们社会，告诉我们台南乡亲，一起来共襄盛举，买好菜，做好事，让资源得到最好的发挥。生活当足久就有啊，足久啊！民国82年就开始有咧捐菜啊，孤儿院咯，哦，82年就开始拢有啊。即届是疫情迄个冻一个，人唔敢出来采啊。台南市脑麻协会嘛，也感激蔡良瑞诚心付出，用心帮助脑麻儿。感谢阿来哥哈，那个提供这个蔬菜给我们脑麻协会，啊，让我们脑麻协会啊，也多了一些收入啦。我们的孩子呢，在那边也有工作可以做了，因为他们回去以后会把那个菜分装然后再卖给社区，还有一些左邻右舍这样子。再次还是感谢阿来哥提供这么新鲜的蔬菜给我们。爱心活动嘛，得到市场管理处处长陈豪吉全力支持，甲现场贵宾共同摕到酵素蔬菜，呼吁台南的乡亲朋友做伙来，以实际行动关心社会绿色。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市府为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希望解决公共设施用地经过维修保留而无多处理问题。对着无使用需求的公园、绿地、学校、市场等所有的公共设施，积极检讨改变。到目前为止，全市预计改变500公顷，大约有12000名的地主受惠，嘛这些用地处理有1500亿。原则上，我们这次针对台南市大概500公顷的这个公设地可以进行解编。那解编的部分表示说，地主他可以申请领回土地也可以领回到一部分的这个价金的部分，由地主大概按照规定来进行处理。那同时，这个500公顷解编的部分透过重划方式市政府也可以同时取得还有开辟大概120公顷的这个公共设施，包括公园、道路等等停车场部分所以不是说500公顷全部把它解编掉也会增加我们各行政区里面公共设施的服务水准。同时配合我们这个南科周边生活技能的提升大概有7个区的这个也是一个区段征收区这个面积大概有430公顷左右那这个案我们在年底以前在市都委会这边也会把它审议完去，后续又加一些能量把这个社区的一些这个转型改造通通全面把它拉上来，所以这个也有助于我们这个城乡差距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执行案例。局长进一步指出，市府透过各计划区通盘检讨甲专案，一并处理无使用需求的公共设施保留地。根据了解，目前全市39处市都委会审议案当中，乌山头、虎头埤甲骨兰岭等6处已经审议完成，准备提报内政部等待后续市地中划。
台南新闻顾及何乔芳采访报道。台南市的172线对仙草到白河这段，不管是要来泡温泉、食土鸡啊，每到假日都真容易塞车。所以市府为了疏解当地交通，由教育局向中央争取的生活圈道路建设，已经核定2亿5千万。以后工程会将目前缩减到12米的路段，拓宽以后全线是4线道。市长为贴开春以后伫7月议员陪同，特别高调关心，希望赶紧动工，嘛要做好相关的配套，将当地交通冲击降到上低。仙草这个到白河这个坦白讲，从这段道路总共要费用在2.5亿元，中央也在前瞻计划也补助相当高的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说赶快这个动工，赶快完工，因为这个地方每到假日都会容易车辆出入蛮多的，容易塞车那我们希望说这个部分赶快做。那总共我们目前为止这几年来，总共大概有60亿的经费，做了准备要再改善15条道路，要新建8座桥梁，会改善8座桥梁。这个部分希望让民众的行的便利能够更顺利也谢谢各位里长，还有谢谢各位议员在垫付款上的支持谢谢里长的监督工程。我们希望说这个工程能够一直很顺利，然后能够让西北的交通上行无阻。根据了解，市长就林高达推动K8建设，其中大兴亚区的交通建设已经争取60亿外，重要的道路用户嘛各带11亿3千多万，希望用交通建设来带动观光发展，缩短城乡差距。台南新闻顾及刘品言采访报道。共享空间的想法是来自欧美，就是栽培新创业者的基地，不止环境舒适有参像厝的感觉，软硬体设施嘛拢相当的较全，有接待大厅、餐饮区等多用途的空间，并且提供柜台秘书、收批甲专业清洁摒扫。对创业的青年来讲，会当省下庞大的成本，降低创业的风险。想空间可以让我省下一些开业的成本，然后把它投入在研发我的设备上面。这边的空间属于比较美式的风格，然后开放，人与人之间比较多的互动，然后本身比较喜欢这样的感觉。区议员表示，伊过去去美国的工作环境就是参像安尼，加上真侪好朋友做伙组织，刺激灵感，所以将这款的文化引进南台湾。在美国呢，他习惯就是会把空间弄得很舒适，以人性化、人本。因为我喜欢那些文化，因为在那个空间里面呢，会有很多志同道合的，甚至不同工作形态的人聚集在一起。那同时在那里面呢，会有很多创作的那个灵感发生。所以呢，那我就开始建造了这样的空间。就把它带回台湾。工作上是一个很舒适、很舒服的地方，所以我们有一些就是休息区啊、软骨头区、吧台区，让他们在工作之余在里面呢，工作累了，他可以放个空间出来休息一下，喝杯咖啡。伫区门做生意总经理的爸爸，都来支持后生想法，佮伫空间当中展出伊82岁生涯第一摆思维展，要将共享空间助力艺术美学，疏解大家工作压力。在社会颠簸，34年、45年，然后到我75岁的话，我内人不在了。我人不在的话，我儿子说爸爸无伫咧啦吼，你点恁顺思念吼，袂无迄个你回来读书，给我做一个学弟。他是当我1年的书童，时间到了，爸爸来上课，嘴巴关就去啊。目前这款共享空间伫高雄、甲台南拢有，其中成大旗舰店有41间专属的办公室，嘛是台南上大的空间，欢迎大家到场参观。台南新闻管制刘品言采访报道。人的一生当中，每3人都有一位有机会得到带状疱疹，而且年纪愈大，机会嘛愈提高。
带状疱疹的发生几率跟免疫功能低下有关系。免疫力低下是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再次活化的重要因素。医师建议，患者如果有皮蛇现象，要把握在72点钟内赶紧就医。疱疹实际上它比较困扰的部分就是它疱疹后的神经痛，它可能是可以到30天，也可能到3个月，那甚至有这些慢性的半年、1年、2年、5年、10年的都有，像这一类的病患他们就很困扰，所以我们要宣导这个疫苗，然后在这个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希望在第一时间，就是发生的72个小时内，希望病患赶快来就诊，能够在第一时间好好的治疗，避免留下一些后遗症。另外，对着中老年人、皮蛇高危险群来讲，目前嘛有带状疱疹的疫苗会用来施打，会当明显降低皮蛇的发生率。是一剂啊，当然这个是之后会在美国有上市第2代的，但是目前台湾就是这一种一剂的，那第2代的是2剂，那个就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那目前就是这一剂药效大概7到10年，如果这个有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是不是需要追加？这个可以再讨论。医师吴尚德呼吁，根据疾病管制署接种预防的说明，建议50岁以上唔捌施打带状疱疹的疫苗者，无论进前是唔是有水痘，或者是带状疱疹的病史，建议应该爱施打活性减毒的带状疱疹疫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奇美产后护理之家从民国109年11月底成立至今，收治的早产儿双胞胎将近30对。例如蔡妈妈因为严重紫癜症、高血压与血小板减少症，在住院安胎，最后在35周又3天剖腹产。生产过后，妈妈先住进产后护理之家。早产的双胞胎在出院后也陆续留在护理之家照顾，由医院提供专业的医疗与护理照顾。大概就3到4天平均会去看一次，那会把所有的小朋友呢，就是从头到脚都检查过一遍，好看一下呢，就是身体上面有没有一些理学检查上面有没有一些问题，好，再来呢，我去的重点就是要评估他们生长发育是 O 不 OK 的，好，那所以我会看他成长的幅度是不是 OK 的，奶量吃的是不是足够的，那我们会依据他们的需求去做计算，哈，那再来就是说我去假设我们针对的这样的早产人出院以后的这个族群的话。那我们会去看，因为我会特别的精准去计算他们的需求量是不是 OK， 热量是不是 OK， 还有奶量是不是 OK。那根据不同的状况，每个早产的情况不同，出生体重不同，出生之后遇到的临床状况不同，那我会去帮他们去做调整，看有没有需要搭配早产的配方奶粉，或是说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配方奶的帮忙，那目的的话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就是稳定的成长，那这样子对后面的生长发育以及脑部的整体的发展都是会比较好的。奇美产后护理之家主任张凯芳表示，每个早产儿都是独立的个体，而且早产儿比足月生产的发育快得多。2位蔡小弟弟经过护理之家与家人的照顾，目前哥哥的体重从出生2470公克到出院时已经3150公克，而弟弟出世时1760公克，出院后也有2665公克。目前仍然持续维持稳定的热量，提供早产儿配方奶搭配母乳来喂养。记者林根台南报道。助警器的测试声哔哔作响，这是消防局免费提供给公寓大楼每户1颗的助警器。由于这栋大楼原本的火灾侦测器坏掉，消防安全稽查不合格，被要求限期改善，消防局便提供暂时性替代的助警器来补强大楼消防设备的不足。配合我们市府的3灯2气的专案，所以在这些大楼在消防前设备还没改善完全之前的空窗期，我们配合了区公所，针对住户来装设助警器。现场的消防同仁不仅细心说明助警器的使用方式，也落实居家火灾安全观念的强化，期望透过这次的助警器安装与宣导，提升民众对自我守护的观念与消防安全的重视。
那消防权设备，大楼的消防权设备，我们都会一一来逐一来检查。如果有不合格部分，我们也希望大楼住户能尽快成立管理委员会，以及来改善这些消防权设备。里长表示，未来将会尽力协助大楼住户成立管委会，除了能够增加民众的沟通管道，更要针对消防设施定期检测，保障住户的安全。因为大楼这边它从之前都没有成立这个管理委员会，所以说我会请区公所大楼管理办法的承办人及我来做跟协助我们本大楼上贺大楼的住户你们来成立那个管理委员会，来帮助这栋大楼做一个完善的设备，还有消防设备的检查。对于大楼的消防稽查不合格，市府祭出限期改善，消防局也提供每户1颗的助警器，补强消防设备。里长感谢政府美意，也表示会尽快成立管委会，让住户的安全有保障。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高雄市劳工博物馆一路相伴，高屏地区移动人权特展以及东南亚文化日在26日热闹展开，邀请东南亚移工朋友组成的乐团进行开幕表演。活动包括台湾国际家庭互助协会分享新住民的生命故事及劳动纪事。东南亚各国那个移工在我们台湾，在我们高雄随着我们经济发展的活动。那昨天是圣诞节大家有一个欢乐的活动。那我们延续这个活动，我们期待，因为那个移工还有新住民，他都在各行各业我们也希望借由今天的活动，然后有一个起舞活动让我们在各行各业，尤其是在海上作业的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快乐另外就是借由今天的活动，大家互相交流，感受一下不同的文化生活习性，大家融为一家人那共同在高雄一起来打拼。这次特展，劳博馆与文史工作室共同合作，进行高屏地区多处移民移工生活地景的访调，并记录非政府组织工作者如何站在前线陪伴移民工的历程。期待民众能从特展中看见这群来台打拼的朋友们的需求与权益。在工作上，我们希望他能够工作愉快，然后所以我们营造一个友善的环境，让他们在工作能够平安那另外在工作之余在生活娱乐方面，我们也有各种的提供各样的跟新住民还有移工有关的文化的教育活动希望能够更丰富他们的生活。藉由这次展览及东南亚文化日活动，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移工及新住民朋友入馆同欢，抒发自我想法，并让民众了解重视这群朋友在台的生活日常与劳动权益。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